身體長期缺乏蛋白質，會對健康造成以下5個嚴重影響。第一，皮膚質素下降，皮膚會變差，望落去會比實際年齡老好多，甚至比同年齡嘅人老10到20年。第二，骨骼健康受損，骨骼韌性會變差，容易出現骨質疏鬆，跌親就好容易骨折。第三，頭髮稀疏，髮質會變差，而且頭髮會越嚟越稀疏。第四，免疫力減弱，抵抗力會下降，變得容易感冒發燒。第五，容易肥胖。蛋白質可以增加飽腹感，而且消化蛋白質會消耗更多熱量，所以飲食中含有較高蛋白質，其實係有助於減肥。吸收優質蛋白質有2大來源：一、動物性蛋白，例如肉、蛋、奶，大部分動物性蛋白都屬於優質蛋白。二、植物性蛋白，普通穀物雖然有蛋白質，但屬於非優質蛋白，吸收率比較低。蛋白質係生命嘅基礎，對健康嚟講比黃金咁寶貴。人體衰老嘅過程，其實就係蛋白質不斷流失嘅過程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視蛋白質嘅補充。最後，我準備咗10大優質蛋白質食物圖表，留言優質蛋白，等我 send 個圖表俾你。